弟，河东共前西头前，曲花巴桑了无息。这首诗呢，是在描写说，一位女子。我讲台语啦，我讲台语，我开口讲啦。讲一个小姐，你问伊的迄个郎君，什么郎君啊？问讲吼，你当时会倒转来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他这个郎君就伊的郎君就甲伊讲吼，我嘛唔知影我当时会当转去。伊讲吼。你当时转来，咱会当在这个窗前吼，哪个讲国语？咱当时会当搁这窗仔门边吼，共同来剪什么啦？剪那个叫什么？剪纸啦，剪纸啦，沙纸呀，加纸。当时呢，你咧转来，咱会当伫窗前呢，会当做搁加纸，因为吼，伊就怀念甲伊迄个郎君做伙这个时刻，所以他问他当时转来，伊一直无法度，伊就听到迄个巴山老屋荡秋笛，落雨啦，落雨迄个池子里面都涨满了水。我怎么又变国语？落雨啦，池啊，池塘台语怎讲？池塘台语怎讲？水池，池塘呢？好啦，水池啊因为落雨的关系，水拢涨甲甜，拢涨到满出来的。你讲伊对伊的郎君的相思，已经满出伊的心肝内底啊！你听我，你拢听我。我讲迄只辛苦，你甲我讲，你听无？我这有一句安怎想？伊就想你咧是加纸。不是啦，你听唔到，不是送人呢，是加迄个纸，加迄个纸迄啦剪纸啦，你知无？你听有无？对啦，最后一句是讲国语呀，讲国语呀。讲国语好了啦。就是说，他一直望着他，从白天望到了，我不能讲，对不起，讲台语，伊就一直希望伊转来，为这时等到暗时，等到这时，思思念念，所以呢，这首什么？你若搁继续讲落去时阵哦，煞伊啦。不是啦，这首诗啦，对啦，这首诗就是安尼来，你描写伊伫思念伊的迄个郎君啦，好啦，老师开始。我唔知讲互伊听有，我听无要安唱啦，对无？按跳舞，先来啦。怀春心。人不会把苦过。
天水泡。爱情愈好是愈烦恼，离妇看边仔袂出好。暗嘛自心，花开间指望享受。请甲你细目爱研究，唔通真心啊，无好。